伫咧新竹县竹北的清河塘，真有客家建筑的特色。2001年，互县政府改图列册了后，到和文兴国中要规划做学校用地，想袂到这3年过去啊，拢无人使用，甚至是变做民众乱弹本水所在，引起里面的不满。有客家特色的建筑外观，顶头阁挂清河塘的牌匾，不过即马建筑边啊拢是粪扫，行入去建筑物内底，厝顶已经崩塌害去啊！四处都是酒瓶，然后垃圾堆置，然后那个屋顶也是都崩塌的一个状态。当地里长讲，清河塘有超过1甲子的历史，是新竹高铁区域内底真罕看到的老建筑，因为长期无咧管理，环境垃圾唔但影响市容。加上边啊都是幼稚园，热天恐惊会搞盲堂。周边环境都是非常脏乱，所以造成生活环境。像我们周边也是幼儿园，幼儿园学生又多，300多个人学生，蚊虫又多，你教他怎么上课？高铁区这么一个特别的历史建筑解除列管之后呢，文化局跟教育局就没有再负起一个管理的责任哦。那教育局接手之后，也并没有去跟中央争取相关的一个经费来挹注，所以导致于我们的清河塘是一直是脏乱不堪的状况哦。新竹县政府回应，清河塘2021年改图列册了后，目前已经交由文兴国中要摕来做学校的用地，学校也已经向客家委员会申请经费。此次的校舍整体规划设计已经将清河塘的修复纳入。那我们期望经费挹注后，清河塘能成为学校特色课程及地方社区文化相结合的教学领域。清河塘未来准备用来做乡土教育的使用空间。港府讲，在修复工程完成进程，会要求学校定期整理，维护环境整洁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